被神来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会应验。主，你告诉我们，你再来的时候，你要更新一切。主，现在不明白，但是主，我们只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我们，使我们得以称你为阿爸天父。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本是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的，主，你亲自启示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你的话语，听了又去行出来，使我们成为主你合神心意的器皿。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神要更新我们一切。怎么更新呢？在启示录里面神来启示我们。在我们的新科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他当选那个晚上，他有这样子的感言发表说：相信的力量终于让台北市改变成真。相信的力量让台北市改变成真。相信力量真的很大。那么，亲爱的大家，你相信什么？我相信什么呢？有一个姐妹，她一生劳苦，年轻的时候就守寡，抚养6个孩子。在这困苦中，她得到一个信仰，跟我们一样，有一位爱她的天父。从此以后，她不觉得孤单，她不觉得抚养6个孩子多么辛苦。她还到教会里面当志工，当童工。她每一次都到爱餐里面煮饭。就在她服侍中滑倒，于是开始脚不舒服，然后就中风。中风很多年，躺卧在病床上。她6个孩子非常不服气，我的妈妈这么爱主，为什么下场是如何？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糟。这个帐篷，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后书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帐篷。帐篷只会越来越衰微，越来越糟。但是神，你的话语为什么说一切要更新？我不相信，因为6个孩子通通是师字辈的，老师、医师、教师，可惜就是没有牧师，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理智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他的妈妈就一直告诉他，我有盼望，我不是眼近视，我不是眼瞎，我看得远，我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跟神面对面那一天，我要更新。6个孩子不相信，因为他们很爱他们的妈妈。他妈妈终于在床上躺了很多天，再也没有意识。医生说可能要准备。就在他没有意识很多天的一天早上，他突然眼睛睁开，大声的喊着说：朋友都叫我丽珍，更好的朋友叫我萨奖。可见这个人一定是日本时代的人。讲完这句话，他就断气。这句话对你我有没有意义？对他的家人6个孩子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的6个孩子一直耳朵想起他妈妈所相信的是什么？当他在天上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他要更新。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他的妈妈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在哪里的门口？而且还自我介绍说什么？我叫丽珍，朋友都叫我萨奖。你相信什么？这6个孩子因为相信他妈妈已经在天上跟主在一起，
他们也陆陆续续都到教会，因为他们有一个盼望，因为教会有一个师叫牧师，说有一天我们在地上习了我们所有的劳苦，我们要在天上跟我们的家人相见面。于是他们一一都成为爱主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是讲到初代的教会，大概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相信的力量，而且最需要什么相信的力量？新天新地。因为启示录的作者这个时候叫做约翰，他作者叫约翰，也是耶稣旁边那个他最爱的门徒约翰。这时候他几岁？我们当中有没有人90几岁的？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有，感谢主，呀！有福气的像约翰一样，还能够讲出超越时空、有盼望的话。什么？90几岁的人说，神启示90几岁的人，来对当时候的教会说新天新地的盼望。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旧的都要过去，海也不再有，因为海代表是什么？罪恶跟死亡。而且上帝启示他说，你要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你相信吗？彼得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对当时候的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约翰这个时候其实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被罗马政府逮捕，流放到哪里？流放到那个拔摩岛，一个孤岛。上帝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新天界，从那个小小的框，从小小的窗户看到这样的景象，叫做新天新地。而且启示他说，你要去告诉所有全世界的人，说这世界要结束，要有新的，旧的要过去，并且要命令当时候受到多米田皇帝的压迫的那些人，正在苦楚的人说话。说什么？上帝将要结束一切，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上帝要处理，他要更新一切。这里有一个表，就是讲到犹太人那时候罗马的政府的帝国，那时候的皇帝。我们刚才会前读经是讲到尼禄，尼禄就是放火烧了罗马，然后把这个货嫁祸给基督徒的，于是大家开始对基督徒有不好的印象，甚至于压迫。那么今天启示录是在哪一个皇帝的时候？窦米先皇帝的时候，这时候的基督徒更是被迫害到非常的严重，而且他是很残忍的一个皇帝。这时候神启示约翰，告诉众弟兄姐妹，同时也告诉我们现在，上帝要结束这一切，你们不要担心，上帝会处理，他要更新一切。你有没有待处理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上帝要处理，上帝要更新这一切。看到这个图就知道说是失控的状况，但是在最失控、最悲惨的时候，却有从上帝来更新一切的命令哦，所以一定会应验的，带给人们5星级的盼望。5星级不是台语说有省钱啦哈，不是说5星级，是5星级的，是顶级，是 top 的盼望。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就有从那里来的力量，就有从那里来的盼望，就有从那里来的喜乐。5星级的盼望，第一个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盼望是从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时代背景是教会当时候刚刚有讲到那个皇帝是非常的残忍的。那时候皇帝甚至于把信基督教的，他会说
你相信耶稣基督，请举手。我们都没有人敢举手吗？相信耶稣基督的举手。有没有举手？有没有人没举手的？好，有举手的这一区绑起来。在夜深人静、夜晚的时候，就像跨年那个夜晚，像今天、像昨天晚上的夜晚，那么寒冷的夜晚，放一把火，绑起来，然后放一把火烧，为了什么？照亮罗马城园游会。亲爱大家，你刚才举手，举得很高兴。但如果今天你举手的时候，就是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有盼望吗？你敢举手吗？如果你眼瞎，如果你近视，我想你或许不敢。但如果你的盼望是在跟耶稣基督再见面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盼望，跟看到跟神面对面的审判，我想你会跟我们的前辈一样勇敢。在这当中有一个这个教父，他非常的这个算是有智慧跟勇敢。他曾经被抓去以后，这个督察让他有机会说，只要你不要举手，不要举手就好了，你也不要说你不信基督，不用，你只要不举手就好，我就可以放你一马。这个波吕贾主教，他怎么说？他说：86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他从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王？这个巡抚很严厉跟他讲说：那我就没有办法不把你丢给这个野兽吃喽。这个波吕贾主教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放你的野兽来吧。这个巡抚我告气耶，什么野兽你也不怕？好，那么我就放一把火把你烧了。波吕贾说什么？他平静，比我还平静，我还有点激动，对不对？他很平静地说：你想以火来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烧1个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地狱之火。地狱之火是永不熄灭。亲爱的大家，你相信什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可能是一时，或许你说传道没有啦，这是一笔千万千亿的生意呢。很抱歉，你人生可以多久？100岁好吗？120岁好吗？你是近视在看这120岁，还是你在看永远呢？你相信基督再来？你相信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神的审判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会敬畏，我们就知道决定这一刻，我们会决定怎么做。我们这一刻决定为谁而活。是的，地狱之火是恶人的坏人坏人恶人的命运。在启示录，我们今天是读21章。那在21章以前，20章就是在以前就在讲坏人恶人的命运。但是到了启示录快结束，21章22章开始有了什么盼望，也就是义人的结果，因信称义，而且你跟随神，你好好的过每一天为主而活的那个结局，就是21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约翰被启示，被看见新天新地。新的意思是什么呢？新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有新的品质。看哪，我造的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要长存。这是神他要照着他的应许要来应验的。新的种类不只是另一个，更是建造在现在。
你现在做的，你现在的身体，或许有一天要败坏，但是你的生命现在就在建造。基督来了吗？上帝国来了吗？我们不是12月都在待降节吗？待降节是什么意思？等待主的耶稣的降临吗？耶稣早就降临了，他又降临，而且他还执行他的任务，为我们死，又复活，又升天。我们现在待降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基督再来，主的日子近了，来了。我们是不是预备？我们现在就是已经预备。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现在已经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到见主的面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海不再有，海只是暂时，只是一个过程，海不是人住的地方，海是罪恶，海是痛苦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说人生苦海，真的是苦啊。我们看到过去200年，基督徒很多都是苦啊，但是神说怎样？我们基督徒虽然看起来是苦，但是神应允怎样？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苦的当中，却是能够活出神的喜乐。第二个心，无心级的盼望。第二个心是什么？心心相印。我听见有大的声音从宝座出来，约翰说他也听见。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已经在人间了。所以基督是不是已经再来了？已经在了，只是还没有完全。他要与人同在，他要亲自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而且神要做我们的神。神的同在一直都是神的应许。神在整个浩瀚的宇宙中，他的心意就是在人，在你跟我中，他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从圣经来看，在世世代代中，神一直应许。从历史中我们看到会幕，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出来时，神他建了会幕。会幕就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也亲自说，会幕是他跟百姓相会的地方。第二个圣殿是在所罗门后来建的这个圣殿。神也答应所罗门要的祷告，说圣殿是他要与人同在的地方。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盼望，信耶稣。怎么说？因为耶稣说什么？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4个字，什么？大声一点。因为神要与你同在。这是欢喜快乐的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哪有什么事是不能行的？这是神很大的应许。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里迦南教会就是上帝的身体，就是应允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幸福。你有神与你同在吗？有吗？感谢主，因为你就有祝福。有神的同在，就有祝福，有神的能力的保守，以及有神属天特别的智慧。最重要的意义是，神要用他的道，用他的话语，用他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跟他亲密的关系，更新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每一天都新。虽然身体败坏，但我们的生命却一天一天一天的更新，因为他要完成他的救恩，完成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的这个救恩。因此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就能够体贴他的心意，可以心心相印，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旨意。
有一个女孩子叫 Julie， 她在学校附近的饭店打工，支付这个大学的费用。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她是教会里面核心的同工。相信上帝一直与她同在，就像你我现在的感觉，神一直与她同在，让她在不好的环境、身世背景，却还仍然能够自主，能够独立赴学会，喜乐服侍别人。可是在她的相信上帝中，相信上帝与她同在中，一个晚上，她受到严重的考验，她的信仰在这里受到一个严厉的考验。两个歹徒拿一把枪对着她的头，强行把她拉到一部卡车上面。她不但被抢，而且还被轮爆。最后两个歹徒用手铐把她铐在大树上，她被绑在那里，直到有人报警才把她放下来。这场噩梦几乎把朱莉她的一生摧毁，她无法正常的工作，课业也没有办法继续。套句朱莉她自己讲的话，她整个人支离破碎，乱了人生的方向，因为她心中一直想起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真的与我同在吗？我刚才有举手，我在教会的时候，牧师问我的时候，传道问我说，我有举手，神你与我同在。可是我被两个歹徒指着枪的时候，在卡车上的时候，你真的与我同在吗？你感受到我的痛吗？如此的悲剧摧毁一个年轻人，真的被摧毁吗？感谢神，在他还没有遇到这个厄运前，他的信仰根基让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复活。很久很久以后，他这样说，他说，我在经历那件事情之后，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上帝，我寻求也祷告，希望能够对整件事情有所了解。我渴望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也在这个寻求当中，我被医治，我被重新更新过，真的有新天新地。虽然我的身体仍然有那个印记，有痛的印记，但我的生命里也有主你钉痕跟我一样痛的印记。属灵的旅程虽然很辛苦，但却也很美好。神让我从这件恐怖的事情，足以让人摧毁的事件中得着益处。现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情，有许多美好的朋友。如果不是遇到这件事，我大概都不认识他们。我再度获得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能够帮助我去帮助那些因为别人的错、别人犯了罪而受伤的受害者。同时，我也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更深的关系。我在灵性上变得更有智慧，更成熟。我所受的祝福是笔墨没有办法形容，我真的心存感激。他说出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重点是后面这句，爱神的人才会得益处哦。亲爱的大家，你或许没有跟朱莉一样这种事件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传道相信你有跟他一样让你心痛的事，让你怀疑上帝，主你在哪里？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真的与我同在吗？你有感受到我的痛吗？神真的与你同在，神
与那些爱他的人同在，要叫那爱神的得益处，万事是互相效力。现在这个 Judy 他的工作就是对不同的团体诉说上帝的怜悯跟医治。我们来想象一下，当Judy每一次站在台前传扬一个信息是拯救的信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那个魔鬼啊，就呻吟一次每一次讲一次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那个魔鬼就又被打败一次。魔鬼原来意思是坏的，神能够使他成为美好的。撒旦魔鬼他从来不会想到说，原来他在蒙昧无知的情况下，居然帮助了上帝扩展他的国度。这些魔鬼本来要摧毁耶稣的门徒的，结果却是建立了门徒。还记得刚才那个殉道者的画面吗？被狮子的吃的吃，被火烧的烧，殉道的很多。彼得还被倒挂十字架，约翰后来也殉道。在那时候有很多人说基督教没有希望了，大概被灭了。从现在来看，基督教有被灭吗？有一个神学家讲，殉道者的血，每一滴血都是什么？福音的种子。每一个殉道者的血都是福音的种子。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妙。人原来是要害你的，但是神可以翻转成为改变你生命、更新你生命，使你的生命得着成长的主。神给我们这样应许之后，他给我们第三个新的盼望，新天新地，然后呢，心心相印，再来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困难。神说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也不再有哭嚎跟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我们就能够欣喜若狂来面对每一个原先人家是要害我们的。这些害我们的有什么？刚刚有讲过，害就是罪恶、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咒诅、黑夜，这些都要过去，这是神的应许。悲惨的人生要被什么取代？欣喜。所以心，我们有新的应许跟盼望。第四个心是什么？心情事件。你知道吗？这个约翰被神关在那个小小监牢里，然后看到这新天新地，人都傻了，你知道吗？所以在他启示录里，他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喜乐的，看到傻眼了，然后坐在宝座上的说：“回神，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简单一句话，我将一切更新了。除了外在，除了你看到的天地，更重要是你的生命被更新了，更重要是你的眼睛，你的心眼不再瞎，不再近视，而且你要把这些话都写下来，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哦。殷勤的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跟平安与喜乐，心情实践出神给你的应许。在1989年发生美国这个洛杉矶大地震，我们这里应该还有人印象很深刻。有14岁的一个高中生，他叫 Amanda， 他也在这个学校里面。他爸爸在地震那一刻冲到学校去，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他爸爸跪下来，主啊，我的孩子在里面。但是这个地震的时候，很多人怎样都跑掉，甚至要把他拉走，因为在这里会有余震，太危险了。但这个年轻的爸爸说：“不，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因为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说什么？
我必与你同在。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会来救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一定来救你。可是眼睁睁看着这样子，一栋大楼整个被堆叠，像垮了的蛋糕一样，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他用什么来挖土？双手，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念，他应许了他孩子说什么？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来，不管你在哪里，我一定来救你，孩子，我来救你。可是眼前我就是这么无力，他用双手一直挖。5个小时过去，8个小时过去，12个小时过去，还要不要挖？人家都劝他，他不听，也再也没有人拉他了。24小时没有任何的动静。36小时，还要不要继续挖？要不要？要挖的举手。1、2、3、4、5、6。如果36小时就决定不挖，跟继续挖有什么结果？第37小时他再挖，还是没有任何声音，死寂一片。38小时再挖，爸爸，啊，爸爸，谁的声音？他孩子的声音。孩子，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所以我忍耐下来。我告诉我的同学，好好的呼每一口气，因为我相信我的爸爸一定会来救我，我相信我的爸爸一定会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天上的父一定会来吗？基督一定会来吗？如果你相信，2014我们要献上感恩，2015我们要好好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因为耶稣要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面对他？保罗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是的，不是你受洗重新那一天才新，现在天天都在更新中。因为神已经应许，他说成了，在十字架上他也说什么？成了，完成了。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要说什么？成了。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源的水给那些口渴的喝，他们而且不再会口渴。我们不会在那地狱之火。神这馨香的祭在我们身上。神是从起初这个希腊文的字母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所以也就是神字包括所有是创始成终的主，没有一件事不是来自于他。刚刚跑过去那是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负责相信，你负责应验。我只要负责主耶稣基督你会再来，我只要相信一切要更新。主你负责来接我，主你负责应验你所说的话。这是我很深的体会。最后传道要用一个见证来做结束。如果有人在这里来得及一起会前读经的，就知道我们今天是读彼得后书还前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我的这一本圣经里面写，我读到彼得前书最后一章要读后书的那一天，就是我要来迦南教会的前一个礼拜，7月11号。我这边还写着，我写7月11
记在这里。我要去新竹中会开会。下一句什么？我的儿子手被砍伤，在我要出门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原来是立志40岁要考会计师，我是福大会计系毕业。但是没想到我的儿子3岁开始，我就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打他他不会痛。我们家只有一个规定，跟柯文哲一样，只要你说谎，我一定打你，其他我都不会打你，你只要面壁思过。我这个孩子3岁，你打都没有用。我记得他还没有上国小的时候，有一次拿教会那个投钱的，跟带几个孩子去拿那个投钱那个奉献，人家那个投钱的，他们拿去 7-Eleven 去买东西，我回来我就打他，我打他他都不会哭。我想说惨了，不会哭就完了，这叫心死了。于是我打了3下之后，我说好，妈妈没有教好你，我就拿那个秀才烟吗？我就打我自己的脚，我打到我说我今天打你3下，妈妈自己没有教好你，我打我自己9下。我打到第5下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转身大哭，抱着我的脚，抱住我的那个秀才烟吗？妈妈，我下次再也不敢了。真的下次再也不敢吗？那个旅程还很长。我们要来听人为他祷告，特别是坐在后面。在今年3月，跟我刚刚讲的那个7月11有关的事，我整个人很挫败。我甚至跟上帝讲说，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给我处理好，没有给我处理好哦，你听我的口气哦。我说我就不申请当牧师。严厉指责我说，你是要挟我吗？啊？但是坐在后面一位长老告诉我说，传道，你要在永恒的眼光为你的儿子祷告，你记得吗？从那时候，很多人为我的儿子祷告。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见证，他就我们负责相信他，他负责来应验每一个应许。邀请大家，2014神爱我们一世的应许一定会应验。我们用祷告到他面前。2015，我们也用祷告的心彼此相扶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赐下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领受这么多恩典。主，我们今天再度领受，主你要更新我们一切，从里到外，从现在到未来，主你一点一滴的更新我们。主，在这更新的路程中，或许我们会挫败，我们会沮丧，我们会掉泪，我们会痛苦。但是主，你应许我们，跟你面对面那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主，我们是欢欣快乐，因为你一切都更新了。谢谢你应允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